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4年4月24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5篇，米迦书第7章第8节到20节，马可福音14章26节到31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成立。伫江湖顶悬，伫社会上时常会听人讲。君主无安尼凊彩讲话啦也是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这句话若讲出去就算有4只快马牛的这个车无法度来甲对回啦这个形容搁较亲像真适合伫现代咱咧讲即种社群的媒体，无论是面册啦，还是 LINE 的群组咧对话，真侪时阵讲出去，就收袂倒转来。所以这个使用时常爱真注意足歹收回。咱会劝勉讲话，就爱真诚。千万毋通凊彩乌白印，也是讲安尼伫脾气的顶悬来印，若无就收袂倒转来啦讲话诚恳其实是基督徒应该爱有的特质，因为上帝就是信实的上帝伊不但袂乌白讲话，搁较是安尼直，就是直袂讲软啦上帝成立。上帝应允，上帝有言就必定会成就。上帝应允要解救伊的子民，伊讲就一定会做到。米迦书第7章第8节到20节安尼讲到，上主拯救伊的子民。我的对着免为着我的遭遇来欢喜。虽然我跋倒嘛会阁起来，我坐伫黑暗中，上主做我的光。我着忍受上主的受气，因为我有得罪伊。我要听候伊为着我的案件来辩护，为着我主持公道。伊会带我进入伫光明，互我看到伊的公义。迄是我的对敌看见，一定真见效。因捌铁笑我讲，上主你的上帝伫叨位？我的亲目看见对敌亲像街路的土埋受吞踏。耶路撒冷的居民中建成城日要到迄日恁会扩展恁的领土，迄日恁的同胞要搁倒转来，对亚述到伫埃及，对埃及到幼发拉底河，对这个海到迄个海，对这个山到迄个山，因拢要倒转来。毋过这个地会因为居民的歹行为变成做荒废。上主怜悯伊的子民，上主求你用你的管牧养你家己的子民，就是你的羊群，你的产业，互因踮伫你青翠草场包围的树林内底，无搁受骄插，亲像古早伫巴山甲基列安尼甲因牧养。上主讲，我要亲像带恁出埃及的日安尼，显出奇妙的神迹，互恁看见。日邦看见会因为家己的气力见效，用手用喙耳孔踢捌，因会亲像蛇咧煎土粉，亲像地槽会带的动物摇摇带对比会空出来，因会惊吓来归向上主，咱的上帝。上帝减有别个生命会当甲你来比，你赦免罪过，
款饶赦所有子民犯的错误。你要永远肯受其反倒当以爱人民。你会搁一遍人民愿将阮的罪担伫骹下，将一切罪过ฮ็落伫深海。你一定照你古早对阮列祖立誓的应允，用信实来对待雅各，施乐阻碍互亚伯拉罕。上帝信实搁有人民。伊有言要拯救，就必定会显示伊的救恩。基督徒应该学习上帝的特质，耶稣基督的本质。因为耶稣基督嘛捌讲过，恁若讲是就是，假讲就是出伫迄个歹的。必定呢，耶稣的学生，伊就是伤过容易冲动。因此时常就变成做讲话无算话，那亲像今仔日的经文马可福音14章26节到31节所记载，耶稣基督有言受难，彼得就搁发表伊家己的高调，可怜人伊家己都毋知影家己所讲的话，伊家己就是做袂到啦吼。耶稣有言，伊将来要伫天光进前3摆无人医。圣经记载主耶稣安尼讲，因临死了后就出去到迦拿山。标题讲耶稣有言，彼得毋仁医。耶稣甲因讲，恁拢会放杀我，因为圣经有记载，我要拍木者羊做4线，不过我搁活以后，比恁先去加利利。彼得甲耶稣讲，众人若拢放杀你，我一定袂。耶稣就甲彼得讲，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就是今暝，假提2遍以前，你会3摆毋认我。毋过彼得坚持讲，若一定着甲你做伙死，我嘛绝对袂毋认你。其他的人嘛拢安尼讲。事实上，所有的学生拢是讲同款的话，嘛事实上因拢做袂到。因为耶稣基督受掠受难的时阵，彼得真正3摆否认耶稣基督。其他学生若毋是选择点点，就是死假来倒传，无法度亲像因所讲的面对事实。可求上帝帮助咱，成做一个信实佮诚恳的基督徒。诗篇95篇俄勒的歌。来啊，咱就来唱歌俄勒上主，咱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主，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伊的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像创造陆地。来啊，咱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今仔日恁应该着听伊的话。恁毋通疑心，亲像伫米利巴的时，亲像伫旷野的玛撒迄时，恁的祖先考验我，虽然因有看到我的作为，犹顾试探我。40年久，我讨厌迄个世代的人，我讲，
因是心神无定得的子民，因毋捌我的道路，所以我伫受气中来入世讲，因绝对袂当进入我的土地来安息。讲叫上帝帮助阮言而有信，学习上帝诚实的本质，互阮会通用诚实的性命来见证阮是属于主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